贴抽动哦，嘿，两三抽动。好，你现就发给木下错嘛？好来，躺下伫哪位？躺下。特定句子对。好啊，亮呢？亮喺哪边？电视。天师哦。天师。所以这边是什么？客厅。怎么讲？躺下。躺下。那你们的这个呢？亮呢？亮喺哪个？哦，坐下。亮呢？书桌。哦，书桌，所以这边就是书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书房要怎么讲？书房。哦，书房。那这个也是躺下吗？这有做给的。是翻奏。哦，是翻奏哦，所以这边就是翻。哦，是翻件。哦，那你的有个浴桶哦，洗身间。这里。哦。哦，有诶，真紧呢！你还抹沙发嘅？这谁画的？我。哦。这边雨落的框框，这边是看。然后角角是角角我画的。你画嘅哦？哦。那在哪里睡梦？就睡觉的时冇吼，唔记得发抖，对不对？睡觉的地方在这里。哦，鸦片哦，所以这睡觉的地方叫什么？间度。哦，间房，对不对？间度是在房间里面的。好，哦，发都懂讲懂占哦。鸦片前面你们两个人的名字下手，以后嘛。好，你拿笔了下。